医疗事故预防甲争议处理法明年1月要实施，规定讲医疗争议的事件，就要伫7日内底通报，通报了后45天内就要提出分析甲改善的方案，双方爱先调解哦，调解无成，病人家属才会当提告。也毋过有医改会是指出讲，这个界阁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，希望讲哦会当有品质管理的相关规定。为了解决医疗争议诉讼产生医病关系对立，医疗事故预防还有争议处理法去年3读通过。卫福部日前公布实行的细节，还有8项主法草案，有过期30天了后，上紧9月中正式公告，明年元旦上路。其实预告期只有30天，但是执法却有9部，恐怕压缩各界反映执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。那加上这个上路前，病家是不是能够充分的知道运用相关的非动资源来有效降低盲送，改善医病关系？我们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。医务法的主要原则是伫咧及时关怀，还有先调解，还有事故预防。未来政府会委托财团法人建立医疗事故自主通报系统，医疗机构嘛爱设立医疗事故关怀小组。若是发生医疗争议时阵，透过关怀小组对病人、家属还有医生提供协助甲关怀。万一若是有事故发生，医疗机构爱伫咧7天内主动通报，45天内完成分析还有改善。为着避免病医无通报，民众嘛会当伫咧事故发生的60天内通报。未来地方卫生局会设立调解会，所有的医疗事故爱先调解，除非调解未成，才会当提告。我们要求医院要有订定病人安全计划，平日的要来落实。万一不幸有发生重大医疗事故，也要在法案规定的时限内来进行通报。卫福部表示，希望透过医务法的实施，让民众甲医生伫咧面对医疗争议的时阵，加一个问专业意见的方式，唔免直接透过司法诉讼改善医病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